国童话宣传：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占领和迫害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用各种宣传活动来进行同化和洗脑。在喀什地区举行的一次宣传活动中，参加活动的所有人都穿着军装，中国士兵被称赞为慈善者，而穿着维吾尔族民族服装的人则被视为恐怖分子。印尼议员关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印度尼西亚众议院议员和繁荣公正党主席查祖利呼吁政府关注维吾尔穆斯林局势。他强调，维吾尔穆斯林长期以来遭受中国政府严重人权侵犯。他表示，对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的歧视和限制不能接受，并敦促政府通过外交等渠道帮助维吾尔穆斯林。英国议员要求重新定义伊斯兰恐惧症。在英国，来自各方的53名议员要求将伊斯兰恐惧症定义为该国的一种种族主义。根据英国领先的报纸《独立报》，来自英国议员的53名代表呼吁政府重新定义伊斯兰恐惧症。他们注意到英国对穆斯林的歧视没有界定，他们说这导致仇恨罪无法报道，也无法讨论。比利时民族主义者示威抗议移民问题契约，数千名比利时民众星期天在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联合国上周通过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联合国多个成员国领导人和代表在摩洛哥签署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美国评级这项契约并表示反对。因孔克什米尔地区发生枪战，印度陆军因1名士兵在因孔克什米尔地区被武装分子杀害后，15日上午与武装分子发生枪战，击毙3名武装分子，接着又向示威民众开火，导致7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